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号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攻击以色列，造成600多人死亡。以色列嘛展开反击，攻击哈马斯伫加沙走廊的据点。以色列发布战争状态警报，咱国内有5个旅行团伫当地，其中向西旅行团计共29个人，今仔嘛对香港转机返来台湾。国庆连假第3天，国道出现上排车潮，早起10点，国道5号雪山崩坑塌2公里外，可能会塌到半暝。新闻一开始来看，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星期日透早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造成超过600人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瑞格安全会议宣布讲，以色列进入全战争的状态，嘛正式向哈马斯宣战。美国嘛下令派遣上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群驶向当地中海，为协助以色列做准备。夜空当中，飞弹和防空系统哪吒一条爆炸声音。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星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进入第2天，双方继续飞弹空袭。这场攻击行动，以色列死亡人数超过600人，也超过2000人受伤，其中200人伤势危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7日开内阁会议了后，正式对哈马斯宣战。מעשה התועבה הזה שהחל בעיצומם של שבת וחג תוך חציית קו הגבול והמשיך בתקיפת קו המחרשה הוא חטא בל יכופר. חטא שמובל לא רק בידי ארגון מחבלים רצחני, אלא בידי ציר רשע שבסיסו באיראן. 本土电视台记者伫加沙市连线后边的大楼向向互飞弹拍到，互伊惊甲大叫。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以色列报复行动造成超过400人死亡，也有2300人受伤。加沙走廊人口差不多200万，2007年以来一直由哈马斯管理。以色列伫埃及的协助之下，对这所在封锁，阻碍加沙的经济发展。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伫安理会闭门会议进前表示，以色列正式是对人性的攻击。Israel keeps saying the blockade and repeated assaults on Gaza are to destroy Ham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ensure security. Clearly and expectedly, its blockade and assaults accomplished neither.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安理会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残酷恐怖攻击，高指控哈马斯犯战争罪。美国国防部下令派上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群，行向当地中海协助以色列做准备。白宫表示会赶紧提供以色列军队另外装备资源，未来几天还会提供更加多军事援助。西方国家，亲像加拿大、澳洲、德国等，拢谴责哈马斯行为。英国首相苏纳克更加表明会甲以色列协作会。伊朗总统莱西是透过电话恶怒哈马斯攻击行动。公司新闻陈伟锦报道。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嘛攻击当地以色列南部举行的一场音乐节。以色列救援组织伫现场发现至少有260个遗体，阁有真侪人被押走，真做临chết。以色列嘛展开反击攻击哈马斯伫加沙走廊的据点。巴勒斯坦是表示，嘛已经造成超过400多人死亡，其中有78个囡仔。伫咧以色列南部，一场本来正欢喜的音乐节，因为哈马斯的攻击而变调，民众向四界逃走，远远所在还阁听到庆声。以色列紧急救援机构讲，救援人员自现场搬出差不多260具尸体，美联社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唔那安尼。而且有影片翕到，有一位敢若是来参加音乐节的女子，和恐怖分子阿基里车顶，掠去加沙变做人质。伊的老爸看到影片了，扣家挡袂牢，希望当局会当斗3天。כל ימי חיי, מאז שהיא נולדה, השתדלתי לגונן ולחבק אותה ולתמוך ולאהוב אותה. והנה ברגע הקשה הזה. 真侪被掠去以色列人质家属，心内正着急，催迫开记者会，要求政府会当甲因见面，讨论救援的办法。哈马斯发言人讲，即马被关伫咧加沙以色列人质有100多人，其中也个包括高阶军官。ونعلن بعون الله عن تمكن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جاهدين
خلال اليوم من اقتياد مجموعة جديدة من أسرى العدو والعبور بهم إلى قطاع غزة。以色列随展开反击，并且对哈马斯宣战。加沙族人遭受飞弹空袭了，真侪名提拢倒去，有人对倒去的厝内摸索一具一具的尸体，其中有真侪是囡仔，加上是口家挡袂牢。巴基斯坦卫生部上新的统计，死亡人数已经到413人，其中有78个囡仔。أنا ما حسيتش في شيء غير أنا محشورة بين الركام والكنبة والباب محشورة بينهم بحاول أزيح حالي ما عرفتش。哈马斯发动攻击已经超过24点钟，目前双方依然伫咧战斗，不时听到飞弹爆炸的声音。不过联合国安理会伫咧礼拜紧急会议了后，并无采取任何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讲，并不是所有15个成员国家拢谴责哈马斯的攻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以色列发布战争状态的警报，关公署统计，目前咱国内各有5个旅行团伫当地哦，其中向属旅行团计共是有29个人，今仔嘛对香港转机转来到台湾咯。尤其是讲哦，因为看到飞弹伫天顶的飞，实在是真恐怖。哈马斯向攻击以色列，引起冲突。向西旅行团拢总29个人为香港转机，搭国泰航空 CX564。原本按算初9早起10点会到台湾，因为机抓有慢分，11点外才转来到台湾。回国的旅客拢感觉心惊惊，讲有看到飞弹伫天顶飞。就很大声啊！我们2个人吓一跳，就是在空中爆发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像烟火的声音，可是可以看得到。那另外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追一个。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说叫我们带回饭店安置好，然后以我们所有人的平安以及状况，就是整个的状况为第一。乒乓协会表示，旅行团因为以色列战争的关系，造成行程取消，规定是要扣除所有相关必要的费用，甲剩的团费退予旅客，包括签证、机票，尤其加上转机费用无法度核退，会造成民众重大损失。延后出发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话呢，可能可以降低一些损失。如果是在以色列加沙地区的话，因为属不可抗力还有不可归责当事人的事由，所以任何一方都可以去解除契约。关公署嘛已经公布相关解约退费处理的原则，旅客取消经过加沙地区的行程，旅行社应该要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14条，除了已经承退旅客内的规费。抑个已经纳去必要的费用以外，剩的钱会全部退予旅客。取消的若是无经过加沙地区的行程，都下用第15条。虽然甲剩的钱退予旅客，不过旅行社会当向旅客收5%的费用来正做补偿。另外，因应以色列局势发展，国泰航空宣布取消10月初10为香港飞去特拉维夫国邦飞行机的机抓。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甲巴勒斯坦这间组织哈马斯发生冲突哦，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支援以色列。这场冲突敢会影响到美国方面对台海情势的关注？有外交学者是认为讲，若是伊朗嘛介入攻击以色列，美国一定会增派军力往地方东哦，有可能会去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切切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向攻击以色列，两边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另外提供予以色列支持。不过，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敢会减少美国对台海情势的关心，也引起大家的关注。有外交学者认为讲，关键就伫咧战术敢有扩大。对话情况之下，就是力量介入，美国介入。那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当然嘛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不过还好，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机会应该不是很大。立场可分析，若演变做以色列甲伊朗开战，美国军力转去波斯湾集合的情形之下，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过目前以色列的反击算是真有站在，都是无希望互黎巴嫩真主党甲伊朗有理由介入。李登科嘛表示，习近平无啥可能会趁这个机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中共最近的发言也提到嘛，就是说希望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呢，能够以这个两国解决方案来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战争真正扩大到波及到两岸的机会应该大。美国它这个全球性的那个强权不太可能就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那个冲突，然后就把它在其他地方的这个资源通通调过去。
中国他想要蠢动目前的那个实力，还有他的内部的状况，这样的机会应该不会太高。罗义中指出，中国目前内部的问题真多，军方高层嘛当地咧整备，现出时若要派大规模的部队来拍台湾，可能性并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是国庆连假的第3天哦，国道一定有上排车条咯。早起10点哦，国道5号的雪山崩坑嘛已经摊2公里外。高速公路局是预告讲，下晡3点开始哦，包括国道1号上北苗栗湖口路段、国道3号上北关西到大溪哦，车拢会真多。国道5号哦，嘛有可能会塞到半暝。警方徛伫重要路口，速度交通各位早起8点开始，伫国贸上北各入口启动10度预控。因为国庆连假第3天，上北的车条会愈来愈多，雪山崩坑已经开始塞车差不多2公里。根据高公局有讲，车到全港交通量是115万车公里，为下晡3点开始，包含国际上北苗栗到湖口路段、国三上北关西到大溪拢是车多路段。尤其特别注意的是，若假日一定会台台公路可能会塞到半暝啊。北区的部分，在苗栗到湖口路段以及关西到大溪路段，在下午的3点还是有一些拥塞，一直到下午的9点、10点左右。而国五北上的部分呢，会预估在早上的10点拥塞到深夜。另外，伫东北季风甲方面影响之下，车到这方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花莲附近有大雨发生，或者是大水害机会。节到国庆日，东北部水汽游玩真多，要到11拜3开始，水汽才会豆豆减少。11号之后可以看到水汽的量显著的是有下降的趋势。不过呢，就是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仍然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雨。气象处表示，北部、东北部除了水汽较侪以外，温度也明显下降。普遍温度伫24到16度，到拜6到拜日，也有一波东北季风，温度也会下降。另外，东南部此时天气相对稳定，高温依然有到30度，较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占地超过。来看新北市一对翁仔某甲查囝将赛车去宜兰的大溪渔港哦，对导航的指示去赛车，煞驶入去海里。加上因是赶紧甲车窗仔架落来，8窗仔逃生。现场渔港哦嘛斗相共救人，人拢真平安。轿车驶入渔港路口无等话，直接冲入去大海。危急的时阵，前座的先生弄车窗向车顶一直爬，后座的太太甲囡仔开车门向外逃。毋过一个火仔伫海上步步沉沉，一直喊救命。好在在迄时阵海顶有人，赶紧拼救生裤啊协助救援。救护车到位进前，落海3人全部上岸，意识清楚，也无明显的外伤，表明免送医。吊车也去港区将车吊起来。这事故伫七八下晡5点外，新北市一对40多岁姓廖的翁某，带11岁查某囝赛车到宜兰大溪渔港佚佗，疑似对导航行进入古港区，无细致落落海。因天雨不熟悉路况掉落港区内附近的渔工见状，立即通知海巡人员，共同将3人救起。因为事发地点是渔事作业区，考虑渔民作业是毋是应该放河南，一直被人讨论。大溪旧渔港发生这代志，早都毋是第一摆。去年姚民众伫遮买渔会，也无细致赛车落落海。港口看出去，因为看到海边，觉得说，好像就是平平的路，但是他没有想过，其实那个就是掉到水里面去。我们还是比较建议，你刚下去的时候，趁你意识还有，而且反应还有的时候，赶快把车窗打开，把车门打开。虽然消防署表示，万一赛车落落海，把握黄金时间开车窗、车门自保，不过若是路况无适，佮拄到天气无好，影响视线，也建议爱慢慢驶，降低事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双十国庆哦，国庆进前，中国军机是个继续搅乱咱台湾，嘛传出讲桃园的龟山飞弹基地整建了完成了后，驻防万里的爱国者防空飞弹人会刷去龟山，万里者天津3号3型的飞弹会进驻哦。也毋过空军对部队的任务是拢无回应。发射爱国者防空飞弹场面正震撼。
这么传讲，两支驻防伫咧万里的爱国者航空飞弹连，将会伫咧桃园鼓山飞弹基地整建完成了，移防到鼓山、甲新店、南港，形成完整的首都反飞弹防卫战力，并且能应付桃园国际机场的航空任务。天宫3型飞弹试射，咱国家己制作的天宫甲美国制作的爱国者，拢是同款属于台湾航空飞弹的主力。传讲万里的爱国者若刷到鼓山了，将由天宫3型航空飞弹进驻万里。北海华自淡水到万里，第一线航空战力将会全拢是全天宫化。空军回应讲，依照敌情的威胁甲作战的需求，严密的航空部署来确保国家的安全。因为涉及到兵力的部署甲部队的任务是无做评论。学者分析，爱3、强3拢会当反制中远空飞弹抑个军机，肯定由强3起保万里的航空，国家上咱家己制作的天宫飞弹，伫咧维修甲保养的成本，比美国制作的爱国者飞弹较低，会当展现咱国防的自主能量。解放军所使用中远程的飞弹，最多也就是一个什么？这等于在中度的这个高空，差不多符合我们这个翁山45公里的这个高度。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算伫咱国国境进前，共军依然是继续了台。国防部公布，初8到初924点钟区内，侦获5台次的强机、4台次的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因若感受到中国军事威胁的，也有日本。日本按算伫咧2024年会伫咧九州的新电源基地部署6台 F-35B 的翼装战机，并且成立8人的中队，也有反舰飞弹部队，加速建构九州地区的协作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唱水人12案继续的探索，有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今仔是去台北高等检察署对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违反刑法的泄露交付国防秘密罪提出告诉。关于国防相关的机密，包括文件、图片、消息及物品，都是不可以向第三方去做透露的。尤其现在透露的对象是韩国驻台办事处，那这一点更会涉及109条第2项泄露国防秘密与外国的问题。提告人指出，讲马文君伫家己的面册公开承认讲，甲唱水男国造的录音档交予韩国驻台代表处，嘛造成几下个韩国的工程师和韩国的国情院掠走。告诉人是认为讲，即事影响到国家安全甲国防的发展望讲检方会当查核清楚。再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今仔早起召开政策记者会，话出讲要结束有权力无责任的总统制，伊要来推动内阁制，甲政府幸福人民。也毋过，民进党是批评讲伊催化内阁制，心肝内想的其实是皇帝制。今仔早起国民党的侯友宜嘛甲立法议员昆丹辉日本议员见面。伫双十国庆日进前，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讲到伊的国情政策，话出终极目标是内阁制，并且提出7大承诺，包括总统到立法院报告，接受各党团的质询，行使国会动议权，冻结考试院甲监察院2院3权分立，确实执行。还有无分区的立委分配自5%降到3%，和小党更有机会发展。我如果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其实我的目标是将来要产生中华民国第1位总理啊，他当然都不会一步到位，所以我们要开始我们要叫做内阁制是我们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往那个移过去。对此，民进党是批评讲，郭文哲伫咧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常常讲家己是雍正，也捌讲以毛泽东做老师，凸显出伊皇帝制思想。虽然这么话内阁制，心内想的是皇帝制，心口无合撇。因为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会晤立法恳谈会，第时阵一开始就讲一段日本话友华彼此的距离，并且话讲一定会当选总统，日本一定会安心。必战是总统的责任，我一定当选总统，会让台海安定，台湾安全，日本安心，台湾会负起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ぜひともこういう議候補におかれましては、自らの政策を堂々と訴えて、世界から評価をされる素晴らしい成熟した
民主主義を示す選挙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いたしておりまして、私たちはその行方を固唾を飲んで見守っています。日本国会跨党派友台团体立法困难会会长古乌贵斯带团访问台湾参加国庆活动，拜会总统3年的行程第一站就是侯友宜，所来也会甲郭文铁见面，那被比较意味真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民用工厂火烧的事故，造成4个消防员过身。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政府爱伫各方面来进行改革，嘛画出讲顾治安、爱公安、做工会3大诉求。今仔下暗8点因要伫凯道办暗会活动，希望讲政府会当听到消防基层的心声。屏东的民用工厂火烧事故，致使4位消防员过身。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政府伫各方面进行改革，画出顾治安、爱公安、做工会3大诉求。伫咧找到暗时，因唔惊风雨，有关会伫凯道举行暗会活动，希望政府重视因的诉求。如果能够修订我们公务人员保障法，能够有个治安专章的话，那应该它也是可以发挥类似治安法的方式，在我们公务的体系先行运作，有效力的治安卫的制度这样子。虽望劳工的治安法内底，雇主若是违法会受到处罚，但是因为消防员属公务人员的身份，所以无适用。消促会认为未来当伫公务人员保障法当中修订职场安全的专章，才会当实际发挥安全保障和处罚效力的功能。另外，针对做工会的诉求，虽然行政院和劳动部有讲会照公务人员协会法落去修订办法，但是消促会认为协会法无法度保障基层未来会当有和主管机关平等协商的权利。我们依旧认为公务人员协会法并不是保障消防员结社权，它可能更会是影响我们在争取结社权上面的绊脚石。所以，在公务人员协会法里面，劳动3权是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那我们希望行政院可以暂缓这样子的公务人员协会法的草案。针对消促会的3大诉求，行政院指出，10月12日开始会由副院长伫文产中开会议，邀请消促会参与各项讨论。消促会嘛讲，希望政府莫互因失望，若无因会继续抗争。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阿根廷受到通货膨胀加货币危机的影响，产值率是愈来愈悬。有一个加头章的师傅伊用簿仔记录伊30多冬来，大概帮人客加头章的记录，嘛清楚会当看到阿根廷通货膨胀的历史。67岁女本数十年来拢共款坚守伊的美发店，伫伊店内高高一台簿仔是伊30多年来每一摆为人客剃头毛的记录。为1991年到2013年之间，剃头毛的价值为15比索，称价3000比索，意外见证阿根廷19900趴的通货膨胀的历史。Es una crisis larguísima, larguísima. O sea, no ha tenido un atenuante, o sea, ha ido cada vez peor. 这30多年期间，过去现任总统费南德兹所传领的左翼政府通货膨胀速度上紧，为2019年12月上任以来，不加起的差不多757%，严重打击民众的薪水甲买物件的动力，将近4成个人的生活伫个产车变现是真艰苦。Yo pude comprar mi primer departamento en el año 89 en $23,000. Hoy un departamento de esas características no baja de $120,000. 高通膨、货币危机，也有产车率一直升悬，好住伫街路的人是愈来愈多，数千人伫5月行去街路抗议政府毫无作为。费南德兹伫一篇的批评声当中，也确定未寻求认真。最近阿根廷初选结果已经出来，各要伫今年10月2日总统大选投票，民众怒火推升继续性一间议员米雷兹的声量，以主张废除阿根廷央行，搁放弃比索，改用美金为主要的货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印度的东北部，因为落大雨，山区的冰湖崩起，水崩山冲入去附近的砖头，造成42个人死亡。另外，伫南半球，包括玻利维亚、巴西、佮阿根廷，最近嘛拄着严重的渴旱。
亚马逊的居民因为水路打起，无法度出入。大水甲桥甲爆花拢冲歹去，这是一场大水河引发山洪爆发，甲印度东北部附近的城镇拢淹了。石金邦的官员讲，到车六已经造成42人死亡，不过要更加侪人失踪。得到家园天崩地裂，民众讲当时根本就发生爆炸。कोई तोप ला के छोड़ देता है ना यहाँ पे बम ब्लास्ट होता है ना ऐसा करके नदी का आवाज आया。当局继续撤离民众，也佫有找失踪者，讲2万多人生活受到冲击。经由卫星相片会使看到，乌放气之前，山顶冰积湖水流正常，不过放气了后，真侪水一直下来。学者认为甲气候变迁有关系。极端的大水河加上气温升悬，造成冰河涌起，相关的灾难恐惊会佫较接发生。Tells us that it will be dramatic, decline in glacier area volume, more larger, lake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and possibilities of similar glacier lake outburst flood events are very likely. 另外，南美洲国家是遭到严重的渴旱，巴西万多数民众原本住伫咧漂浮的厝，伫亚马逊流域生活，即阵雨拢打起，船只扩大。基本生活无得维持，有人乌浸落去找着水味，有清水才有法度来洗汤、加煮饭。也毋过无水就无鱼通掠，船也无法度过，拢掉伫内底。praticamente isolado mesmo aqui, sem sair, sem entrar。可花摇阿根廷建油厂是叫苦连天，欠水河大道拢打死去。70年来上界严重的可花造成产量减少一半，有6成的工厂空伫遐。安娜玻利维亚300多人集合伫山顶祈求落雨，尽管的城市拉巴斯因为落雨量真少，造成供水出现问题。若是佫无落雨，大约220万的民众到明年2月会无水通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头一粒家己制作气象卫星“lar风者”，本地初7要伫圭亚那的太空中心发射，也毋过因为有异常临时取消。伫今仔早起9点36分，火箭已经顺利发射成功了。按算讲，今仔暗时的8点56分，会甲台湾的地面站幕头一届通联。这粒“lar风者”未来是会当来提升风台佮有极端天气的预测。3、2、1 ，top！ Allumage P80, décollage。要甲火箭发射升空，飞向天顶去。工作人员掠荧幕静静看，直前，希望火箭第1节到第3节顺利脱离了后，卫星嘛会当像按算的共款，顺利入去轨道。Confirm me. And there we go。阵阵的炮声，大家是满面笑容。因为等真久，“lar风者”卫星总算顺利入去轨道。好事多磨，还是这一句哈咱的这 Triton 已经顺利的进入，看起来是进入轨道。然后我想今天晚上8点会跟太空中心的这个地面操控站做第1次的通联。代志要成功无遐尔简单，因为原底台湾时间初7早起，“lar风者”就要搭阿里安公司的马甲火箭，伫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不过发射进前的14秒，发现有感测的数据超标，才会延期2天。亚利安公司他们有发现到有些监测的数值超过了他们容许的值。那究竟确切是哪些数值？他们又是如何排除呢？这方面他们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这个也是给我们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课，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大型系统，事实上必须要细心、耐心跟坚持哈。“lar风者”卫星是台湾头一粒家己制作的气象卫星，其中挂在台湾自主研发的 GNSSR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仪，会当执行海面风速观测的任务，提供全球有关风台、剧烈天气等等相关的监测。其中有82派的关键零件，拢是台湾家己制作的，嘛体现台湾伫太空科学研究的亮点。猎风者卫星在同级的这样的卫星里面，它的效能是最好的。我们总共可以同时接收8组，跟现在最厉害的大概只有4组。我们福卫7号其实它主要的收集的区域是在这个我们的赤道的南北纬附近。猎风者刚好是补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风速。不过顺利入去轨道，敢若是“lar风者”卫星头一步尔。伫开机了后，也要做电力系统、卫星姿态等等各种的检查。按算暗时8点56分，会甲台湾的地面站进行头一届的联络。经过几项详细检查甲测试，才会当正式来执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
咱个来看宜兰县政府有一个专员洪检基讲，伊四界宣传讲哦，有办法靠县政府的标案趁钱，向民众募资借钱上亿，受害者超过50个人。这个人哦是从交易了后，初7暗时伫台北车头互掠着咯，嘛互伊贪污诈欺顶罪移送法办，嘛已经互法院裁定羁押禁结。县长亲自来甲大家分平安符吼，祝大家阖家平安。为宜兰县长林志标伫9月妈祖文化节活动期间发平安符，这3个查甫人是宜兰县政府请的公共资产管理员。最近却传出涉嫌对外讲有法度采购县府标案来趁钱，向外骗钱募资，加借贷用要执行，受害者超过50人。就是拢讲是县府的标案，安尼啊，叫人去投资啊。就是安尼啊，怎么钱拢人款。这个查甫人是公共资产管理员，被派驻宜兰市，拍林志标名声来走摊，互外界看作是林志标核心幕僚。伊非9月18就开始失联，在路灯徛家大门拢锁起来，风声是钱款的走路，被害者求上无门，向警方报案。目前许愿已经失联状态了，那详细情形我们都是传闻，也都没有办法去求证。那我们这边也请警方那边也在搜寻当中。县政府表示，因为社科专员失联真侪天，县府用控制3天是透露，对外界风声无法度求证。初7暗时，警方伫台北车头掠到社科专员，宜兰地检署检察官获审了后，认定社科专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两级部上议会诈取财物，还有刑法诈欺取财等罪，涉嫌重大，而且有串证逃亡甲灭证的嫌疑。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小溪洪台红头树灾情真严重哦，政府嘛已经有派人去抢修。最近有一个50多人的志工团体，嘛去协助红头树5间学校摒扫，望讲伫11日会当互学生啊回去好好上课。最后第6天，国军第2作战区的官兵继续伫南市4间小学甲1间中学斗相共整理学校，互学生伫假期结束会当回来上课。因为营养午餐爱用水用电，所以设临时中央厨房。校园的动线都已经畅通了，但是我们学校的深水马达坏掉，所以目前是停水当中。11号应该可以正常上课。今天跟明天再拼拼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厨房可以勉强的来运作。国境连假还有2天，学校关进度直直整理，需要真侪人斗3天。即马本岛的民众有50人组成志工团来到南市，斗3天整理放弃铁皮厝加清粪扫，互学生会当回来上课。岛上的奥多拜出租店生意也歹做啊，100台奥多拜免费提供给志工使用，民众志工最近合作进行最后复原。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国小生他们还小，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恢复这么好的恢复能力。这是很严重啊，所以我们也是还有这个能力，我就出点心力这样子。南市对外交通主要是靠船，即马是拢停挖旧港，开完港的沉船即马还阁伫咧河。希望伫这2天会当甲航道清载，恢复正常的航班，互更加侪人会当到南市来斗3天。记者综合报道。杭州亚运昨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市的环保局开发一款粪扫车动态的 App， 也毋过有民众就发现讲是真无准哦，嘛向民代来反映。市政府是表示讲，粪扫车会受到粪扫的量、佮路况、车流量的影响哦，所以会有慢粉的情况，未来会继续来改善。粪扫车一到，民众赶着大包细包的粪扫列车，为了避免慢一脚步，台中市环保局2014年开发一款台中粪扫清运大车队 App， 方便民众掌握粪扫车及时的动态。强调了粪扫车哪亲像掠宝可梦，但是民代接到反映，实际使用粪扫车动态并无及时的翻新，常常拢爱等真久。它 APP 上面显示的时间跟那个 GPS 的定位啊，其实不太准确。所以民众会空等，或者到了现场找不到车子。
目前有30万人下载使用这款 App， 会使查询清运的时间，伫咧地图查看粪扫车伫咧倒位，也会使独立定位，自行来设定清运9点推报。但是有民众伫咧评论区批评，粪扫车比标定的时间提早，或者是延迟到位 ，App 刷油源显示准时，和相关的服务有干那无。台中市环保局是表示，清运到站的时间受到假期、车流量、甲粪扫量等无确定的因素影响。国定假日或连假收假后，民众排出之垃圾量大增，致垃圾车收运的状况有所延迟，以致系统在时间上预估有不确定性。环保局后续将研议时间上在班表做调整。包括春节其他的年假风台过了后，粪扫量拢会较侪 ，GPS 信号回传的时间也有可能出现误差，拢会影响到 App 系统。后续会来检讨清运路线甲时间，优化 App， 让粪扫车到站的时间更较斟酌。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屏东高速部落香菇是真出名哦，也毋过同款嘛是面对人口老化、无下手、产量减少问题。社区是向政府来申请计划，成立香菇菌的培养中心，请社区的少年人来遮食头路，望可以当来培养在地人才。规身躯喷酒精，换穿湿洁衫，扫到来入去培养菌种的空间内底详细消毒。这是屏东牡丹乡高速菌种中心的工作人员，大概要培养菌种正经爱做伙的工课。伊讲培养菌种的过程是真够工，毋过上爱注意的就是一开始的清洁工课，因为若是无做好，菌种就较高受污染，致使培养失败。第一次接菌，然后可能就是接菌失败，所有的菌可能就是菌种在接的时候受污染了，但当下就觉得很慌啊。牡丹乡高速部落的端木香菇真有名声，毋过今年人口老化，少年人无介意种植，佮加上菌种无力，原底有3年产量的菌种，即马干那剩1年，致使香菇的产量减少，造成农民严重损失。为着要改善这等等的困境，部落就向政府申请，伫社区内底成立菌种培养中心，佮请社区青年做工作人员，希望会当稳定生产，互产业会当永续发展落去。有人曾经买过，好像是种了2000棵的椴木，结果种了之后没有1棵长出来，所以他们觉得真的这个菌种有问题。我们也透过水保局的辅导团队，我们就开始做菌种的培养。目前高速社区当咧试种，甲端木香菇种伫相思树、高插啊顶6种树啊，观察香菇的产量甲品质。乡长表示，透过成立菌种中心，会当得到各单位的辅导协助。佮通培养在地人才，提升社区香菇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买花乌，一档的产值大约有2亿外。为着要保护买花乌的品种哦，高雄农改场开发 DNA 鉴定的技术，透过比对 DNA， 伫1礼拜内就当知影鉴定的结果哦，望可以当来维护本土品种的智慧财产权。根据农粮署统计，台湾目前买花乌种200外公顷，产地主要伫台南、高雄、屏东。外销市场以日本为主，年产值大约2亿外。过去买花乌品种大部分拢是荷兰进口的，台湾这几年拍拼培育本土品种。不过过去品种鉴定大部分是用食物外观做分类，若收过主管爱开真济时间，嘛无法度随有结果。台湾自己育成的新品种。通常都具有抗热、耐热的一个特性在，而且它的花朵特性也具有商业的价值。但是这些品种很多之后，当他们遇到了侵权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除了用外表形态外，它没有办法用其他比较快速的鉴定，所以我们就想要开发核酸的检定的方式，帮助这些育种家能够捍卫他们自己的品种权。为着马上有效的保护国内买花乌品种，农业部高雄农改场开发买花乌品种 DNA 鉴定技术，目前已经有市面上42个主要买花乌品种的 DNA 资料，让买花乌品种会当透过 DNA 比对。每一个品种它带有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DNA 指纹。那借由这个特异的 DNA 指纹来去确认它的品种。高雄农改场表示 ，DNA 鉴定技术只要有1平方公分大的实物体，就会当伫1礼拜内确认。若搁参产销履历制度做伙，会使予优良买花乌的生产和买卖得到更较严谨的保障。
也会正做保护业者维护权益的证明，提升消费者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每年的义务役都爱做一档的兵，国军的主战部队嘛是搁以志愿役为主哦。也毋过最近这几天，志愿役的人数嘛减少了。到今年6月底哦，只有15,500多人，是5档来的新加。专家就指出讲，除了少子化，志愿役的薪水上过低，工课搁正杂，拢有影响。国军演习反定力作战操演，展现消灭敌人的战略。国军保家卫国，寸土不让。不过，根据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作战部队主力的志愿役，最近这几年人数愈来愈少。到今年6月底，敢有15,528人，创下2018年度以来新高。甲门浪开加上震撼弹，作战部队实施攻坚演练，展现全方位的战略。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这领战斗家己部队的表现比无甲8成，恐惊影响新式武器的筹备甲人员训练。专家分析，志愿役的人数减少，除了甲少子化有关系，还佫有薪水无像外国军队遐尔好，工课内容伤介嘈杂，民众对军人的认同感拢有影响。虽然肯定国军招募的效果，不过问题关键可能要是伫咧留营的比率。它有一些杂物会影响到部队的一些训练跟士气。譬如说，我从事救灾之后呢，往往按照部队实务来看几乎没有补休的机会，补足这个缺额的部分的话，其实我反而是希望说再增加说我们叫留营率的部分陈国明表示，武器愈来愈精密、先进，伤害力大，人员更加需要完整的系统来训练，避免操作失误带来重大损伤。建议予部队减少外部的干扰，专心做战备的训练，无定着会当提悬留营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有一个商场哦，一个保全甲一只穿制服的流浪猫仔做伙值班，嘛真做是这个商场的特色。另外，伫墨西哥哦有一间军犬的训练中心，专门培训细只狗仔去一寡人无法度去的所在救灾哦。那么做伙来了解。穿保全狗的这只猫，徛伫咧警卫大队头前，看起来更加细只。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世界企业中心商场的保全团队来讲，这只叫做柯南的鸟是了无大师。Yung kulang sa akin kapag wala si Conan, ma'am, yung parang nawawalan po ako ng gana, parang ganun. Parang kung wala siya, parang tinatamad po ako mag-duty. 6个月大柯南本来是流浪鸟。大楼清洁人员伫咧停车场发现伊的时阵，正出事几礼拜啊！尔，柯南甲警卫人员做阵上班的画面，后来商场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保全团队也甲柯南的相片放伫咧网络顶，互伊即马真清真红。Parang very approachable, unlike sa dogs, di ba? Yung iba kasi parang ang tapang nila tignan, unlike sa cat na parang pwede mo silang ipet agad pagkagan. 伫墨西哥附近高区的军事基地，有一阵狗仔囝正伫咧进行救援训练。墨西哥陆空军狗培训中心成立25年以来，除了培育狗，也训练真侪精良的任务狗。Pero muy inteligente, es un perro con mucha rusticidad, muy resistente a enfermedades, y eso nos apoya mucho para las cuestiones de trabajo. Es un perro que puede trabajar a diferentes niveles de nivel sobre el mar. Lo mismo en lugares altos, en lugares bajos. 培训中心的狗仔囝伫咧出世1个月长龄了，就开始接受训练。训练人员用球或者是布甲因绳，互即款狗仔囝伫咧耍的时阵学到各种的感官加肢体活动的技巧。因若是完成任務，訓練人員唔是提食嘅甲因獎勵，是梳頭、梳身軀，或者是其他娛樂嘅方式維持因嘅動力。Simbiosis humano-perro, donde el perro se vale de nosotros para subsistir, pero nosotros nos valemos del perro para que también podamos desempeñar un trabajo. 4個月大軍狗伫咧完成訓練了，就會分發到其他嘅基地進行查毒、做玻璃物，或者是災區搜救工作。即款軍狗代替人類去無法度到嘅所在，完成無可能嘅任務，真做真正英雄。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輯。下晡晡嘅天氣，咱來看個縣市詳細資料。
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